不是他回波长很长。信息内底拢有吼。今日吼牧师会讲就是做的引诱吼。咱即条歌205首，伫遐讲过失得赦，罪得遮砍。吼，第一则安尼讲过失得赦，罪得遮砍，即人真正有福。哦，上帝无甲伊算不义，即人实在快乐。啊，即条的迄个诗歌吼，伫咧诗篇32篇第1节、第2节有安尼讲，咱做伙来念：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遮砍的，即人有福气。耶和华无算伊做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即人有福气。咱即马吼，牧师规场的礼拜吼，拢用迄个经文的迄个部分吼，所以咱今仔日一直会对宣调开始，到所读的诗所读的迄个圣经，啊，搁来所要吟的诗歌，一直到今仔日的金句，咱会不断吼，伫遐来读着这共款的。即个经节，所以咱会当借着规场的礼拜中间，
渐渐咱对英文甲记条暗念，伫咱的心底，所以第一节是安尼讲，过时得着赦免，罪过得着遮坎的人，即人有福气。耶和华无算伊做无罪，伊的心无干柴，即人有福气，真简单咱来唱第一节。总是因为耶稣基督，伊流出宝血，甲咱遮砍咱的罪过，所以这就是咱基督教信仰有福啦。所以咱讲福音就是要得来传扬即款的讯息第二节咱来看歌词是来较圣经节嘛是共款。我捌惦惦无爱祈祷，无爱认我的罪，主手明日缀我真重。迄时身躯若衰，咱做伙来读诗篇32篇第3节、第4节。来，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高大，因为我头日大声吼，因为明日你的手重重治我。所以咱伫即只来讲，咱实在不是讲，咱爱学会晓伫咧上帝面前。认咱的罪，你讲我也无犯罪啊，我今仔日毋免该迄落送去监牢啊，咱哪会做有罪？咱会记哩基督教对咱的罪恶要求搁较悬，伫遐所以咱安怎骄傲啦、怨妒啦，心内安尼有歹的迄个念头啦，毋是讲干那。杀人啦、放火啦、抢夺啦，等等，心内有歹的念头，应该爱行的好，我无去行，这拢是伫耶和华上帝内底拢是算作有罪，所以咱不是无意识到，实在是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咱咧祈祷内底，咱也真少。认咱的罪，咱拢不是咧祈祷中间指出来别人的罪，讲别人爱认罪，煞袂记哩咱家己嘛是有罪的人。所以伫遐即条诗歌第2节甲咱讲，你若真正你无愿意，你若真正拢无伫遐认你的罪的时阵，实在上帝迄个律法，伊会哪得甲咱哪得哪当过来，咱来看第3节，对你拜列所犯罪过的无温肯，我罪愆天，我讲我要认我过失，你就甲我赦免。所以上帝就是安怎伫咧罗马书内底就讲，算咱安怎做义啦。所以咱做伙来读诗篇32篇第5节，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的罪，搁一遍，甲咱来讲，爱认咱的罪，第4节伫遐讲，虔诚的人，限时找你，着求叫我的主，大水泛滥淹到达位，未到迄人身躯。32节来第32篇第6节，做伙来读。既若虔诚的人，伫通找你的时。着祈祷你大水泛滥的时，的确袂到伊遐，所以伫即个所在，甲咱讲，大水嘛是照常淹啦，总是安怎袂淹甲咱安尼透袂开出来。你伫咧上帝伫咧危险中间，有缘会伫遐来保守咱。第5节，
你遐讲，若是歹人，侪侪受苦难；总是义人靠你，慈爱怜悯包围帮赞，伫主着大欢喜。吼，咱来读诗篇32篇10节11节，来。歹人受侪侪苦难，独我靠耶和华的人，要有慈爱世人为依。恁义人啊，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咱来唱第5节。来，歹人受着侪侪苦难，总是义人靠你，慈爱怜悯包围帮助，你主着大欢喜。所以这条诗歌，咱就学习搁一遍。哦，来听咱看到咱的圣经节，啊，甲咱会当来注意个今仔日规场的礼拜，586首嘛是咱足安尼熟悉的诗歌啦吼。既若有人互做苦楚，好，约翰福音14章第1节讲：你的心无得逼迫，你着信上帝，也着信我。所以伫即个所在讲，你有罪，无毋对，咱拄仔讲。因为主上帝要求真悬，所以实在是咱每一个人拢有罪。但是咱若找救主耶稣，伊有权能有慈悲，靠伊心肝就会清。第2节讲，就咱讲是安怎咱靠伊心肝会清？因为主耶稣基督为着咱，伊甘愿替人受死，所以伊的宝血，会甲咱洗较白白白，互咱的心清气哪洗。所以伫即个所在讲，咱要得救无其他的别条路，因为耶稣就是真理活路，行这就会得到保护。大家紧紧来信基督，就会享受大福。所以伫即条诗歌的迄个副歌咧好的时阵，底下甲讲真简单，不过信伊，不过靠伊，即时信靠伊，伊会救你，伊要救你，即时拯救你。伊意爱，伊听咱。要拯救咱吼，咱来唱，唱第3节。开始，咱就来注意这个经节，全场的礼拜拢伫即几条的迄个圣经节内底，咱准备心来做礼拜。
今仔日是建堂奉献之日，请大家备办心，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祷告。假使得到赦免，罪过得到压砍的，即人有福气。上主无算伊做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即人有福气。因为安尼，既然虔诚人得通找到你的时，就记到你；大水泛滥的时，你较袂到伊遐。你是我想味的所在，你要庇佑我脱离艰苦，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昨天的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05首，205首，请起立。
即是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定十架死，埋葬落阴府，将中搁我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着册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用三角用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11节来启用。迄时，耶稣互圣神带到旷野，要受魔鬼试。是的，我来甲伊讲，你若是上帝囝，就甲遮的石变做饼。魔鬼就带伊到圣城，互伊徛伫殿的尾流。因为有记载讲，伊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因要用手扶你，免得你的脚拄着石。魔鬼搁带伊上极悬的山。用天下的万国甲伊的阳光，互伊看。耶稣就甲伊讲：撒旦，退去！对安尼，魔鬼离开伊。同心来祈祷。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来敬拜阿罗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的慈爱甲恩典是阮生命中上重要的瓦靠。主啊，阮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来有份享受你美好的创造，使用你的赏赐，成就阮生活中一切的需要。阮伫遮阿罗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搁较宽，你的恩典比天搁较悬，你的真理比海搁较深。你是慈爱、公义甲全能的上帝，但是阮却常常袂记进你的疼痛，总是体贴阮家己的私欲，赢过尊叹你的真理，佮误用你的文字，造成侪侪的浪费甲不义，佮破坏环境，造成大自然的反击。无论是天灾还是疫情，甚至是战争，阮拢家己是受害者。主啊，毋过阮当感谢你有缘怜悯阮，互阮已经度过疫情艰难的时期。因为有你的听的扶持，阮对疫情中得到透放。即马，阮也为着遐因为疫情失去工作、生活、家庭的人来祈祷，愿主你赐予因勇气甲希望。互因会当伫困难中坚强的生活落去。慈悲怜悯的上帝，阮也要为着乌克兰的百姓来祈祷。愿主你用诚实、公义、诚做盾牌来保护因，看顾保守伫战火中的百姓，抓起因的惊吓。恳求主你赐下公义，伫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政权中，互因会当用和平的方式来达成共识。来结束一场战争。主啊，阮也要为着叙利亚甲土耳其来祈祷，求主你安慰伫灾难中会受苦的，愿主你会当诚做遐个人会招伴，当因失去家园的时，愿主你保护因伫你的实下。恳求上帝啊，赐予当地的政府甲国际的救援的组织，会当来帮助因救灾重建。会当真完善来安搭遐个灾民。主啊，阮也为着教会的发展来祈祷。教会是你的身躯，是你伫世界上的代表，
一阮彼此关爱甲扶持的家。愿主你会当互阮清楚来看见异象，也带领阮刚强壮大向前。愿主你赐予阮的牧师、长职以及所有的同工兄弟，互因伫教导服侍的时，会当充满圣灵的力量甲智慧。阮相信，若是你愿意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你也要供应阮一切所需要的。阮也愿意献就阮家己来为主你所用。为主跑走传扬福音的道路，互你的主爱借着阮帮助软弱的，会当亲像服侍人，亲像服侍你。现今教会已经恢复逐项的事工，也恢复实体的礼拜。新的事工计划也持续地进行。愿主你会当带领更较侪人转来教会做礼拜。愿主赐福互阮有满满的信心甲气力，帮助阮伫教会中学习成长，会当更加明白你的真理，而且伫日常生活中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帮助阮成做一个充满你稳定甲真理的社区。阮诚心摆咧以上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加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创世纪第2章第15节到第17节，以及第3章第1节到第9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第2页到第3页，旧约创世纪第2章第15节到第17节，以及第3章第1节到第9节。上主上帝将迄个人下伫爱丁园，来种植固守。上主上帝吩咐迄个人讲：园内逐棵树的果子通随意来食，总是分别好歹的树，伊的果子毋通食，因为食的你得较死。第3章第1节。上主上帝所造山野一切的画面，蛇比因较高强。蛇对妇人人讲：上帝兼有影讲园内一切的树，恁拢毋通食嘛。妇人对蛇讲：园内树内的果子，阮通食，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上帝捌讲，恁毋通食伊，也毋通摸，行了会死。蛇对妇人人讲：恁无得卡会死。第5节，因为上帝知，恁食的日，恁的目睭就会开，恁要亲像上帝，会分辨好歹。妇人人看迄丛树好食，也甲目，佮迄丛树是通欣目，互人有智慧，就挽伊的果子食伊，煞互伊的丈夫，伊也食伊。因两人的目睭就开，即知因是脱北体，让比无法过晓为家己做君。日亮亮的时，上主上帝行游伫园内，因看见伊的声，迄人甲伊的妇人人就密伫园内的树中，来相瞥耶和华上帝的面。上主上帝叫迄人对伊讲：你伫倒落？请陈美玲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罪的引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毋知影咱有安尼经验无？就是咱真无容易，鼓舞勇气，甲咱的亲人朋友传福音了后，定定得到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信啥拢共款啦，反正宗教拢是劝人做好的。别人安尼一应，咱嘛毋知要讲啥。但是基督教信仰敢是干那劝人做好？若是安尼，伊甲其他的宗教就无啥物差别，也无特别爱去信伊的理由。因为咱只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就免需要宗教嘛。但是基督信仰第一强调，毋是咱爱做到偌好，反倒是提醒咱爱去看见家己的歹，甲看见家己的不足。因为咱拢上清楚咱的内心，咱会当尽力做较好，咱会当维持表面互人真欣赏的外表。但是内心上黑暗，咱想要去暗藏的迄块，较不时伫刺插咱，互咱毋知影讲，咱到底是要哪来诚做是一个好人。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基督信仰甲其他宗教无共款的所在。伊互咱知影讲，我不足，我无够气力，所以我需要一个更较悬的气力来帮助我，并且即个气力毋是悬悬坐伫天顶。需要咱卑微委屈来恳求伊，来下死恩典互咱。即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伊带领咱的软弱，知影咱需要亲目有看见，所以伊诚做人来到即个世界，来诚做咱的朋友，诚做咱的兄弟。最后，佫用家己的性命、留家己的血，来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替咱赎罪，互咱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信耶稣的人，毋是讲咱会比无信耶稣的人较好，因为咱四周围，咱嘛有真侪朋友，因虽然无信耶稣，但是因较比咱所认捌的基督徒佫较好，佫较会晓替人想，付出佫较侪的物件。但是信耶稣会比其他做宗教佫较幸福，因为咱毋免甲人比较讲啊，谁的品格较好，咱只要做一项代志。就是咱爱谦卑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并且活出信靠耶稣不断互恩典来改变的生活。
所以伫进入即个大斋节期，咱会经课表，互咱一段关系人类即个上起头会做的经文。所以望讲，咱会当照着灵性的操练，搁一摆看见家己的罪，看见家己需要耶稣。但是，什物叫做大斋节期？什物叫做节期、节期？咱可能较知影什物是受难周，什物是大降节，但是咱对其他的节期就较青分。但是，咱若明白节期的意义，就会当帮助咱的生活甲信仰是有一个结连的。因为咱教会的节期，毋是对年初1月1号开始算的，教会节期是对耶稣基督的出世。就是大降节，耶稣基督出世进前会安的日子开始算，就是望讲咱的信徒会当对耶稣的出世，然后照耶稣的生平来操练咱家己的属灵生活。咱若用这经文来灵修，就会当感受到讲信仰毋是离咱真远的距离。安尼大斋节期到底是甚物呢？伊甲回教的斋戒月，也是开斋节是无共款的。大斋节期是纪念耶稣伫旷野40天受试探，所以头拄仔咱的启应文就是耶稣伫旷野受试探的经文。所以大斋节期就是纪念耶稣40天受试探，然后鼓励咱的信徒会当伫即个期间安排禁食、默想，也是自我反省。透过这属灵的操练来换新咱的灵命。另外，大斋节期的计算是安怎算呢？伊是国外节前算40天的时间，但是无包括主日的时间。亲像今年的国外节是4月初9，前算40天的拜三就是2月22号。2月22号迄个拜三叫做圣灰礼拜三，也是撒灰节。然后对迄个拜三到国外节的前一天就是大斋节期。虽然即马已经进入大斋节期，伫即个期间，信徒会用一寡方式来操练，亲像禁食，也是减少消费，也是放下咱过去一寡习惯。譬如讲，有人就讲我这40天我无要啉咖啡啊。另外，咱现代人嘛有用一寡方式，亲像会伫即个期间禁止啉珍珠奶茶。禁止食鸡排，也是禁止家己耍手机。无论什么款的方式，就是望讲咱会当伫这40天的内面，会当安静咱家己的内心的混乱，会当转来创造咱的上帝的面前。所以今仔日咱来看这段，就是罪的起源的安尼一段经文。今仔日这段是创世纪第2章，咱非常的熟，就是关系上帝的创造。对第1节到第14节，拢是伫讲上帝创造万物，上帝创造人类，甲一个爱甸园，包括爱甸园内面的迄丛活命的树，甲迄丛分别好歹的树。虽然伫第2章咱无伫遐，上帝无特别伫遐讲啥物，但是伫第1章的内面，上帝看伊所创造的一切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满意。但是伫第3章的第1节，较出现一句话，伫遐讲。上帝所造山野一切的活物，蛇是比因较规巧。无想到蛇嘛是上帝创造美好创造的一部分呢。但是伫遮为虾米有狡猾这2字出现呢？咱听到狡猾，咱会感觉是歹是罪。但是这段经文毋是讲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拢是好吗？伫遮出现狡猾。敢讲上帝创造嘛有歹的部分吗？伫华语的狡猾会互咱产生一个真负面的想法，但是伫即个犹太人的塔勒姆较解说，列比解说讲，即个字有灵巧、精明、通达的意思。原来狡猾甲精明、灵巧、通达是同一字呢。但是咱会感觉讲，哪有遐大的差别的？差别在伫倒位？差别就是在伫讲，咱敢有尊敬上帝做主？咱看即尾蛇真灵巧、真精明，甚至伊佫会当讲话，但是伊无用上帝互伊的恩赐去服侍上帝，反倒用伊的即个狡猾来引诱夏娃去质疑上帝。
所以伫遮咱看见讲，即个蛇安尼讲，即个蛇讲，上帝敢有影讲园内一切树，恁拢毋通食吗？即个蛇用一个检视，上帝敢是安尼讲？咱来比较第2章，上帝对亚当所讲的话，伫遐亚当讲，园内逐棵树的果子通随意来食，总是分别好歹的树，伊的果子毋通食，因为食的日你的确死。这两段话放做伙，咱看见上帝互人有自由选择，通随意去食。任何你想要食的果子，甚至包括迄丛活命树的果子，你嘛会当食呢。但是只有即丛分别好歹的树，你是袂当食的。所以咱看见上帝并无亲像蛇所讲的，一切的树恁拢毋通食。但是咱看见蛇挑工用听起来，敢若是安尼，敢毋是安尼的问句来动摇人的意念，互人开始怀疑上帝的话。人听了的反应咧，其实上好就是越头离开，因为上帝根本毋是安尼讲嘛。但是人真好辩论，佫想讲家己会赢，较毋知影讲是一步一步踏入去迄个陷阱。夏娃安怎回答即尾蛇？夏娃讲：园内树里的果子，阮通食；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上帝捌讲，恁毋通食伊，嘛毋通摸，惊了会死。夏娃敢有完全来重现上帝的话？无。因为上帝无讲，迄丛分别好歹树的果子毋通摸。上帝敢若讲毋通食，所以这嘛互咱看见，伫引诱的下面，人开始会去修改上帝的话。蛇第2摆、第2次的处置，伊讲：恁无的确会死，因为上帝知，恁食的日，恁的目睭会开，恁会亲像上帝会分别好歹。咱看到蛇搁一摆用无确定的讲法，恁无的确会死，你们不一定会死哦。但是上帝敢是安尼讲？上帝讲，恁若食一定会死。所以咱看蛇不但是修改上帝的话，并且伊是公然伫遐来质疑，伫遐来反抗上帝的命令。毋过蛇真正容易伫即句话来显明出来。恁食的日，恁的目睭就会开，恁会亲像上帝分别好歹。伫还未真深入认捌信仰进前，我拢会想，我若是会当分别好歹，安尼毋是真好吗？为什么上帝要禁止人食即个分别好歹的果子咧？但是当我哪捌上帝，当我哪捌即个信仰，我就知影问题毋是出在伫分别好歹，问题出在伫无听上帝的话。因为当咱若去听上帝的话，当咱若去行上帝的话，上帝就会帮助咱分别好歹。但是即个蛇伊的用意是啥？就是要互人认为讲我会当亲像上帝，我会当亲像上帝一讲话代志就成。我会当亲像上帝遐尔有气力，我会当亲像上帝遐尔有权柄。所以即尾蛇伫引诱人讲：恁若亲像蛇，恁就会当分别好歹，恁就会当亲像上帝，恁就会当脱离上帝，恁就会当独立啊！当人想要亲像上帝，原本甲上帝迄个真美好、单纯、全然瓦靠的关系就无去啊。当人想要亲像上帝，就会骄傲到认为只有家己的想法甲做法才是正确的。当人想要做上帝，就是将家己看作是一个偶像，认为创造伊的上帝不过是会当使用的一个工具。但是咱无想讲上帝禁止咱食迄个分别好歹的果子，就是爱咱诚做是一个戆人，毋知安怎分别好歹。上帝禁止人食，是因为伊无爱咱去倚靠咱家己肉体的需要，去倚靠咱目睭的需要，
去挖靠咱人生的骄傲来分别，因为这物件一定会带咱行往一个绝望。但是上帝已经有互咱分别好歹的一个基础是啥物？就是真理。当咱挖靠真理，当咱听叹上帝，就会当行伫上帝的道路。所以夏娃真做咱的一个境界。伊听即个蛇讲完，佮看迄丛树的果子足水的，看起来足好食的，佮会当互人亲像上帝。咱看见这拢是肉体，拢是目睭的私欲，拢是伊家己的骄傲，然后伊就慢落来食，并且嘛交互伫伊身躯边的亚当来食。咱看见亚当伊对头到尾徛伫边仔，伊不但无甲夏娃做伙来突破即个蛇的白插话，伊家己嘛陷到即个罪的陷阱。兄弟姊妹，圣经作者用安尼的方式来提醒咱人会活甲遐尔痛苦，就是咱毋愿意听上帝的话。虽然咱的狡猾甲咱的灵巧拢是上帝的创造，但是当咱无去尊敬上帝的主权，灵巧嘛会成做罪的起源。就亲像伫创世纪11章巴别塔的故事嘛是安尼。上帝互人有智慧，上帝互人有物件会当去做建材，但是人的心骄傲，内心所想的就是要起一座塔，会当通到上帝大的所在。所以咱看见这是人的骄傲。当人想要批评上帝，灵巧就成做犯罪的工具。所以咱看见后来这座塔嘛是失败收山。搁来咱看见，当亚当甲夏娃因两个人食即个果子了后，会真正的呢，亲像蛇所讲的，因无死呢，并且因两个人的目睭拢开啊呢。所以咱知影有当时啊，这白插话会互咱感觉讲，会敢若是真的，但是咱也有智慧去分别。而且目睭开是非常口说的讲法，因为这两个人因目睭开，第一个分别的好歹，竟然是看见家己甲蛇共款，拢是光溜溜的烫目体。这个烫目体的希伯来文，甲他拄仔的狡猾的希伯来文发音是差不多。所以我相信，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伫听这段故事，也是伫读这段故事的时，因会比咱搁较明白。啊，原来人若无听上帝的话，犯罪了后，嘛是甲蛇共款，是遐尔不堪，是遐尔歹的一个狡猾者。原来咱拢知影，上帝创造人的时，人是无穿衫的，但是人袂感觉见笑。因为无穿衫毋是歹，但是罪带来破坏，互人甲人中间无法度来坦诚，罪就出现。所以这两个人紧找即个无花果树的叶仔，便来做裙来穿，来暗藏因的身躯。但是咱看见上严重的就是罪也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当上帝来找因两个人密起来，毋敢甲上帝面对面。上帝伫遐出声讲：“你伫倒落？”上帝安尼问，当然毋是讲伊毋知影人秘伫倒，上帝当然知影。但是上帝问讲：“你伫倒落？”是希望讲人会当主动认罪。亲像囡仔做毋对代志，爸爸妈妈拢会问讲：“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啊？”当然，父母拢知影即个囡仔是出什么包，但是会安尼问，就是希望囡仔会认错，会坦诚。所以咱伫遮会当看见上帝的心意。但是人敢毋是安尼想咧？毋是。咱看见当因甲上帝对话内面，因完全无承认家己有罪，无祈求上帝赦免，无求上帝搁互因搁一届的机会。反倒因否认因的犯罪，并且将责任拢撒互上帝，会是你互我的夏娃给我食的哦，是你创造的蛇引诱我的哦。咱看见这两个人完全无忏悔，这才是上大的问题。
当我看上帝出声在叫人的时，我就在想，若迄当时这两个人承认因的错误，并且祈求上帝赦免的时，我相信结果会无共款。我相信这一切拢会改变，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本来就毋是为着要救赎人，也是要处罚人。伊将人安置伫爱甸园，是要互咱来享受伊的创造，是要互咱来享受甲伊面对面迄个会当做伙行的迄个关系。上帝嘛，毋是为着要试探人，甲去栽一丛禁止人食的即个果子树，伊是盼望咱会当透过听叹、透过顺服来得到搁较大的祝福。兄弟姊妹，咱拢无完全。咱要继续伫犯罪，但是感谢上帝，伊出声叫咱，互咱机会，所以咱爱会晓得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赦免，较毋是讲咱密起来，家己起一道围墙，想讲上帝你安尼就找袂着我，你安尼就看袂着我。咱若无去祈求救赎，继续密伫即个墙的内面，罪不断会苦毒咱。安尼人生是要安怎有平安、有喜乐嘞？所以咱爱勇敢拍破隔离伫咱甲上帝中间的迄个墙，互家己一个机会。因为圣经有应允，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伫咱的身躯边，也是伫圣经的内面，有真侪人会当见证上帝赦免，所以咱毋免怀疑，亲像大卫。因为伊肉体真弱，伊去抢伊将官的某，佮设计互即个将官死伫战场，哈尼大一个罪恶呢。但是当伊知影伊犯罪，伊就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赦免伊。咱看见上帝敢有甲伊讲条件？无，上帝是完全赦免。所以咱爱掠条即个赦罪的机会。毋通亲像阿当甲夏娃，死不悔改，直到最后，互人赶出爱甸园。但是伫上帝赶因出爱甸园的时，咱嘛会当看见上帝伫伊的处罚内面，竟然有遐尼大的怜悯。原本上帝是讲，因若食即个果子，就的确爱死。但是上帝无安尼呢，上帝无互因死，佮用动物的皮替因做衫。互因无伫迄个真寒冷的旷野来寒死。但是你讲上帝敢有审判？有，因为阿当活到930岁，嘛着面对死。因为咱知影，人本来是毋免死的，所以阿当会当活到930岁，这是上帝延长伊的审判。伊无马上互阿当夏娃死。是为着要实现伊互人类的应允。伫上帝创造人类了后，伊有对人讲，着生炭真多，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也着治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以及地上所有震动的活物。上帝互人的任务就是啥？爱生炭真多，爱去管理即个地面。所以上帝为着伊家己所讲出去的话，伊忍耐延长，伊要互人类的审判。但是，这个审判什么时会来呢？当耶稣第二摆来，就是审判的时。但是你讲，哎呀，咱等到2023年啊，历代信徒等2000年啊，耶稣还袂来，是伊袂记哩啊吗？伫彼得后书3章第80到第90有讲，主看一日亲像1000年，1000年亲像一日。主无延长，伫所应允，亲像人有诶看做延长诶。主是安怎宽容恁，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耶稣无袂记你，伊要阁来，伊会来。但是伊还袂来，是因为伊盼望所有的人拢会当听见福音，拢有机会会当悔改。但是咱真软弱，咱因为无一个真确定的时间，
咱嘛因为认为讲上帝伊会无限量来赦免我，所以有时阵咱会利用上帝怜悯，放纵家己，过上帝无欢喜的生活。当咱一摆、两摆无要紧，继续互家己陷落伫罪的陷阱的时，结局就是真做罪的路财。伫雅各书第1章第14节到第15节，安尼提醒：独逐人拄着刺，拢是互家己私欲所迷所调。私欲已经怀孕，就生罪恶；罪恶已经生长，就生出死亡。伫遮看出一个公式：私欲会带出罪，罪会带来死。就是保罗所讲的，罪的工钱是死，并且这个死毋若是讲咱的肉体的死，这个死嘛是灵性的死。所以咱会当看见，伫即马真侪人，因互罪填盘。虽然因是活的，虽然因有土气，因会当生活，但是因较活甲敢若无灵魂一样。所以伫末世时代，咱搁较需要警醒。咱拢知影生活伫真寒所在的爱斯基摩人，因是安怎来打猎？因是用一种非常传统，但是非常有效率的方式，伫遐来抓野狼、野龙。因会伫即个一支真赖的刀仔顶，伫遐抹火，抹动物的火。等即个火见重了后，佫抹第2层、第3层，安尼甲抹起哩。然后就将刀安尼来倒插伫即个雪地的顶面。这时有一群枵甲非常非常久，四界咧找食的野狼，因一闻到迄个火的味，就兴奋到走来挤即个雪块。因喙舌的温度将即个坚重的火渐渐挤甲拢无去，火的味。火迄个味，互因哪止哪紧，但是因无感受，因无感觉讲，到底因是伫治别个动物的火，也是伫治家己的火，因为刀锋渐渐来走出来，所以遮个野狼就安尼死伫治即个刀仔顶面的火的安尼下面。有当时因用安尼的方法，毋若是掠着一只狼。有当时佫会当掠着几啊只的安尼野狼，因为当只野狼伫遐三更伫遐挤迄支刀仔顶面的火时，无注意，迄个血管就互刀仔来拄着。或者野狼失去性命是啥物？是因家己的贪婪。咱面对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试探、引诱的时代，就亲像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甲咱讲的。恁的对敌是魔鬼，亲像鸟会使四界行，咧找所通吞食的。靠家己只有软弱失败，但是当咱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伊，伊一定会想事溃力，帮助咱来赢过各样的试探。所以伫即个大灾节期，恳求上帝用伊的话帮助咱。恳求圣神提醒咱罪的重要性、严重性，互咱省察家己的内心，谦卑认罪悔改。咱做伙来祈祷。主伫即个节期的内面，阮恳求你帮助阮，大声互阮看见家己的罪，大声互阮承认家己的罪，大声互阮知阮是真不足。软弱，佮充满罪的人，所以阮需要稳定。主恳求你来到阮的心中，成做阮内心的王，帮助阮，互阮知，阮无靠家己，阮靠你。恳求你伫阮的内面，成做阮的溃力。当罪伫阮的门骹口要引诱阮的时，恳求圣神提醒阮，恳求圣神赏赐阮。会当有拒绝的溃力，阮将阮家己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伫这40天的节期内面，互阮会当安静心，互阮会当来操练阮的灵性，互阮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搁一摆来领受你，
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掀开酒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安尼，亲像对即摆的罪过有抵到罪人受定罪，就对即摆伊的所行也抵到正人受нед断得着我，因为亲像对一人的威胁，互正人做有罪的，就对一人的顺叹，互正人做有义的，也是安尼。罗马书5章18节到19节，安尼亲像有对位太大罪过，有抵到正人受定罪，又对一摆伊的所行，也抵到正人受нед断得着我，因为亲像对一人的威胁，互正人做有罪的，就对一人的顺叹，互正人做有义的，也是安尼。罗马书5章18节到19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86首，586首，请起立。请坐。奉献，建堂奉献，请林中正长老、高祖安长老、王世维长老奉献，请徐同庆执事、林婉仪执事、廖穗芬执事有这奉献。
起立。请坐。报告。第3点，教育组年度事工圣经手抄本，新约旧约第1本，摩西五经旧约第2本，历史册甲旧约第3本智慧册，要搁再印。要参与抄写的，请伫今仔日伫公本填写勾选，或者是高主安长老也是干事来登记，并且落费。第4点，3月1号拜三下暗8点，要伫徐迪谷兄弟府上举行家庭礼拜，请兄弟参加。第5点 ，Children of Light 春季班要定伫3月4号拜六开课，欢迎各校也是各中的学生来参加。牧区的消息，本教会摩西牧区小组事工定伫3月12日、3月19日下晡12点半要举办小组长的培训课程，欢迎兄弟报名参加。有意思的请陈美玲牧师、徐光宇长老或者是谢秀雅执事报名。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中节的订正。有关聚会甲下周圣公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这2位拢是对远的所在来吼。咱大新城欢迎对高雄的大人教会来的牧师林宏达牧师甲伊的公主，请起立欢迎。再来是对花莲来的吼，是陈南师简书雅，吼，因是母子党吼，欢迎。好，来，咱就是做伙来关心咱教会事工。咱因为咱教会上年大学是即个社区的社区照顾据点，所以咱有扩大伊的服务的迄个时间吼，所以是拜2到拜5拢总有课程。所以3月初1，吼，咱有一个课程，就是有请一个老师吼来带咱做迄个手工的一寡物件吼，所以欢迎咱兄弟会当来参加。但是因为爱准备迄个材料，所以要参加吼，请我也是干事来报名，互老师会当方便来准备遮个材料。所以咱嘛会当注意咱的周报吼，顶面拢有列出遮个事工的遮个日期吼，这拢毋免费用吼，兄弟姊妹你只要摕你的健保卡来，就会当来参加吼，所以欢迎兄弟会当做伙来参加。这是咱来祈祷。咱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为着土耳其的地动、叙利亚的地动，恳求主继续来帮助因遮个重建的工课。吼，嘛有真侪人失去因的亲人，也是伫受伤的，恳求主会当来安慰医治。那么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恳求主会当怜悯帮助，互咱受到真大的威胁，特别是对华的威胁，恳求主手术，互咱有勇气。搁来，咱为着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主帮助遮个宣教师，有诶伫真危险的所在，恳求主甲因同在。嘛为着咱教会建堂事工祈祷，为着华因的姊妹语文，为着带院的遮兄弟姊妹林浩杰已经手术完成吼，伊的迄个膝盖有换膝盖，但是已经转去处理疗养。咱为着伊祈祷，为着启圣上来祈祷，有渐渐复原，互咱恳求主帮助，互伊身躯会当完全得到医治。为着过感节的爸爸、视频上甲伊的哥哥精神上来祈祷，
咱嘛为着身躯欠慢的英南乡高祖明长老，和英南乡是伫前几日去做迄个心脏的支架，嘛为着祖明长老伊的目睭吼嘛有一个手术，吼需要伫遐休养一段的时间，咱恳求主保守，互伊会当真完全复原。素贤节、道明乡、美容节、民主节、阿叔节、俊兴兄、阿卡节、昭雄兄、来福节、秋菊姐、应轩、张老师、邓妈妈、公益姐、单旗乡长老、怡丽、素梅姐、方梅姐、谢婷兄、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这个机体，为着这个事工，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是就所需要一切的祈祷，阮大心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祈祷，大愿兄弟姊妹恳求主你一定帮咱，有因会通完全复原，无任何的遮个，都恳求你帮咱，也照顾伊耳，也照顾亲人，有因会当有力，我也要为着阮的教会的事工来祈祷。也个社区的事工，也是阮跟头的事工，恳求主你来负责，也恳求主你来看顾，有阮即个来伊做个大鸟下面，看了土，去你的地当，有真侪人失去性命，最后恳求你会通来怜悯帮咱，都系为着伫各地上个，主，阮感谢你。虽然天气寒冷，总是阮会当有健康的身躯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主，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祈祷，将阮内心所求、阮一切所想的，会当交伫主你的手里。主，虽然有诶毋是你的旨意，只是阮家己的意思，总是主就恳求你来调整，互遮个代志会当渐渐有上帝你的旨意伫咧。主，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主，阮看见即个世界真混乱，有真侪的天灾、人祸、战争。主，恳求你的怜悯，停止已经拍1年的即个乌克兰的战争，帮助遮统治者，互因会当受到阻止，帮助因有良心，会当来看见人民因的痛苦甲需要。阮也为着伫土耳其甲叙利亚发生的地动来祈祷，主，恳求你的怜悯，帮助遮个人民，互因紧紧会当来重建因的家园。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阮虽然生活无啥物欠缺，总是主恳求你帮助，互阮会当搁较来祈求你。特别，阮看见，阮也有真侪同胞要被认捌你，其中包括阮的亲人甲朋友。主，恳求你，互阮有勇气，会当透过阮生活、阮行为好的见证，透过阮所传的福音来帮助因，互因会当认捌主耶稣。阮也要为着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宣教师，享受因平安。阮相信，当阮伫替因祈祷的时，因一定有上帝你的供应甲帮助。阮也为着身躯欠慢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你帮助遮个伫病院的遮个兄弟姊妹。主，恳求你保守饲圣乡，帮助伊，互伊会当紧紧来得到完全的复原。也为着过感节的爸爸甲哥哥来祈祷。也真侪兄弟姊妹伫手术了后，转去厝里又伫遐来休困的。主啊，恳求你保守，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也透过照顾因的遮个亲人的帮助，互因紧紧来恢复。也恳求主来看顾厝里有病痛的人的遮个亲人，想说互因有够伊的气力，会当来看顾因的亲人。阮也要为着教会的怀孕的姊妹余文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伊，甲伊腹肚内的囡仔，互因拢平安健康。也已经生产的慧芳，也恳求你继续来看顾，互伊伫做月内的期间拢有平安。阮为着阮的兄弟姊妹，阮新的一个礼拜，阮每一天的日子，阮拢恳求主会当帮助甲阮同在，也帮助阮提醒阮的所行所讲，拢会当合上帝你的欢喜。恳求主你带领阮头前的脚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因圣诗400首，圣诗400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